去公务员也是官员。最近看见媒体报道，蔡英文总统又搁要出国拼外交啊！出国拼外交是一件辛苦的代志，总是有一个画面一直互人真压抑。当总统要出国，国院的院长甲部长侪人伫机场欢送，这个互我想起古早皇帝要出巡，文武百官组织排列，恭送皇帝启程。咱是一个民主国家，总统是一个国家上关层公务员的代名词，所以总统只是去国外出差，场面毋免遮大。个人要表达的是，这会进入国家体制服务的人，爱有服务国民的心，面对群众服务的叫做基层的公务员。较顶面的是中层的公务员，中央政府的部长是高层的公务员，总统甲五院的院长是最高层的公务员。总是阮看见有一寡人将公务员的职分变成有职位的官员，毋知影谦卑，颠倒高高在上。伫基督教的组织内面，有缘会竞选人做服侍的工课，譬如长老会的组织有竞选执事甲长老来服侍全体的信徒。当受敬的执事甲长老是用积分的心来服侍，教会就和谐无代志。总是当执事甲长老用职位的心来服侍教会，就容易有纷争。伫国家嘛是安尼，当公务员正做官员，就无有一粒谦卑的心，更加无可能看见人民的需要甲痛苦。